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1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列王记上卷第10章第1节到13节，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大能。所罗门王他曾经向上帝求取智慧，按照圣经的记载，他并没有追求更大的国家、更强的政权，或是更富有的政府，却祈求上帝赐给他上帝的智慧来管理上帝的人民。为什么所罗门王这样的祈求呢？其实我们知道，这样的祈求就是将自己跟以色列的全国交托了给上帝，所带来的结果是上帝亲自掌权以色列国，就连周边的异教国家都来朝拜，都来进贡，都来追求上帝的赐福。为什么？这个就像昨天的经文讲到主显节告诉我们的，上帝的真光照耀，让以色列人看到希望，更借由这样的真光来显现，让列邦都看到。列王记上卷第10章第1节到13节记载的，就如同诗篇72篇所记述的，连示巴都来朝拜，来进贡。经文这样说道：示巴女王听到了所罗门王因为上主赐福而得到圣名，就到耶路撒冷来，想用难题考验所罗门。他带着一大群随从，还有一大队的骆驼，扶着香料、珠宝和大量的黄金。他见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把所有能够想到的问题一一向所罗门提出。所罗门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能够难倒所罗门。示巴女王听了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到他所建造的宫殿，又看见他桌上的珍肴美味，他的臣仆的住宅、王宫侍从的组织和他们所穿的制服、上酒的仆人和圣殿里所献的牲祭等等，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他对所罗门王说：我在本国听到有关你的成就和智慧都是真的，但是直到我到这里来，亲眼见到这一切，才真正相信。我听到的还没有一半呢。你的智慧和财富比别人告诉我的还要大得多。你的妻妾多么幸运啊！你的仆人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常在你的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愿上主你的上帝得到赞美，他立你做以色列的王，表示他多么的喜欢你。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能够秉公行义。示巴女王把带来的礼物赠送给所罗门王，有大约4000公斤的黄金，很多的香料和珠宝。所罗门王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的香料。西兰的船队从俄斐运来的金子，也运了很多檀香木和珠宝。所罗门王就用这一些檀香木做圣殿和王宫的栏杆，也为了乐师歌手制造竖琴和七弦琴。以色列从来没有输入过这么好的檀香木，以后也没有人再看过。所罗门王慷慨地馈赠示巴女王各种礼物，除了依照惯例赠送的礼物以外，凡是示巴女王要求的都给了她。于是女王和她的随从就回示巴去了。上帝的大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更是无法言传的。
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能够照着运行，他的大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同所罗门所求的也是一样的。因此我在天父面前跪下，天上地下所有的家族都是从他而有的。我祈求上帝依照他荣耀的丰富，借着圣灵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我又祈求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面，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愿你们能够理解基督那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好使你们能够完全被上帝的完美所充满。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基督耶稣里得到颂赞，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们。诗篇72篇。上帝啊，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这样他就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以公道对待被欺压的穷苦人。愿全国享受太平，愿全民共尝正义，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只要太阳照射，月亮发光，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像甘霖滋润大地。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他的王国从这海伸展到那海，从幼发拉底河到他的地的尽头。旷野的住民要在他面前叩拜，他的仇敌要扑倒降服于他。他施和群岛的君王要向他贡献礼物，示巴和西巴的王要带来供物。诸王要在他的面前下拜，万国要服侍他。他向救援他呼求的穷人，他帮助贫穷无助的人。他怜悯软弱贫寒的人，他拯救穷苦人的生命，他救他们脱离压迫和强暴。他看他们的生命为宝贵。愿王万岁！愿他得到示巴的金子，愿有人不断地替他祷告，愿上帝时常赐福给他。愿土地盛产五谷，山林布满庄稼，收成跟黎巴嫩一样的丰富。愿城市人烟稠密，像野地滋生的青草。愿他的名永垂不朽，愿他的声望如太阳长存。愿万国因他蒙福，愿万民为他祈福。要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唯有他成就奇妙的事。要永远颂赞他荣耀的名，愿他的荣光弥漫大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结束。愿上帝的大能庇应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保守，在上帝圣灵能力的看顾之下，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艰难。愿上帝赐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